新冠疫情又搁增加817个本土病例，比顶礼拜加193例。若死亡的人数有40例，其中有9成拢是65岁以上的老人。最近是有风声讲要重新启动感染的控制。台大病院是8岁高，是要甲各单位的隔离病床统一管理，来解决急诊的病床需求尔。疾管署嘛讲，目前的防疫无拍算要升级。大庭患者客入病院，为健保快易通顶管当看到台大病院日日急诊室的号床有78个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，新冠疫情正式进入第6波流行。顶礼拜增加817例本土案例，比前一礼拜加出193例，死亡40例，甚至有9成是65岁以上的长辈。因应最近病人增加，台大病院甲各单位的隔离床都互监控统一调配。这个行之多年了，没有特别啦，这个已经做很久了。在医疗区还是都麻烦大家戴口罩。不会，还好，我们目前还是有各个医疗院所。但医管讲，目前也无看到大规模 COVID-19 的病人出现，爱外界免想伤济。不过，若是较染性的人去感染到，引起重症的人数增加。国内抗病毒的药物莫纳皮拉韦嘛面临欠缺。有长照机构的业者就讲，除了欠药啊，进前政府核发的公费快筛试剂，早伫1个月前就过期啊。若是有长辈确诊，根本无法度快筛，而且疫情期间走有的时辰看医，也伫疫情完好了后就关起来。所以机构老人若感染，而且重症倒床，根本无法度出外，恐惊病情会变严重。真的有些长辈不方便出门，然后加上他已经是确诊的长辈了，他可以出门吗？目前机构反映给我的回馈是，一般的医疗院所根本也开不出这样的药。那我查了资料，好像全台湾也只有8000多份而已，是管控在医疗端的啊，所以。可能我们要很重症，然后反复的状况进到医院收住院了，他才能用。疾管署表示，中央目前无调整防疫战级的规划，还阁会持续监测。若是已经采买的抗病毒药物莫纳皮拉韦，会伫7月7号开始分散去各医疗院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